将家己活做一道光，因为你不知谁会照着你的光，行出了黑暗，请保持心中的善良，因为你不知谁会照着你的善良，行出了绝望。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，因为你不知谁会照着你的信仰，行出了迷惘。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，因为你不知谁会照着你的信仰，行出了迷惘。请相信家己的力量，因为你不知谁会因为相信你，开始相信自己。请坚持你的信心，因为你不知谁会因为相信你，也开始自立自强。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任何情况。